我個夢想其實係一個改變世界嘅人啦。由於一個好偶然嘅機會喺運動館同埋其他朋友玩緊嘅時候呢，有一個朋友喺側邊觀察咗我好耐，咁發覺我又跑得又跳得，喺身形上邊可能係適合喺短肢組入邊去打。量度之後呢，就發覺我係掹掹緊咁樣去符合呢一個組別嘅。我冇諗過自己可以因為生得唔高而去成為港隊，至到嗰一刻先至明白到原來係特登就係要生到咁細粒。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契機，俾我接觸羽毛球啦，甚至代表香港咁樣出戰去唔同國家比賽。難忘嘅反而唔係奧運，2022年世錦賽就都係喺東京同樣場地。喺2022年下旬，我嘅膝頭開始有啲傷患啦。去到決賽嘅時候，其實我隻腳都已經唔係好得嘅。物理治療師幫我紮到基本上見唔到皮膚啦，成隻右腳。丟時嘅狀況之下能夠勝出，嗰下都係一個釋放嚟嘅，攞到我嘅男單嘅金牌啦。